中度风台银星目前是一个鹅銮鼻东南边620公里的海面，预计是继续向西边行驶，影响咱台湾的机会较低。不过因为这外围云系，湘北、宜兰、花莲雨水也是较高。离台湾比较接近的时间就是会落在明天晚上一直到9号清晨这一段的期间哦。依照我们目前这条路径，其实是还没有到发海警的一个程度，还有比较偏北的一个情况之下，会有一些发海警的一个几率。不过目前看来是会比较偏低一点的。它偏南通过，但不过还是会有一些外围云系影响。那比较明显的一个降雨就是会落在大台北、宜兰、花莲这一带。气象署表示，银星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几率无介悬，虽然伊规模无介大，不过是正直北。如果上紧是拜四暗时就会通过巴士海峡，这只方面的北部甲东北部温度就会明显下降，卖落雨。加上这东北季风，今日这台北市是已经降到19.5度，是今年秋天到今头一回降到20度以下，大家都要注意加套衫。